細心聆聽錄音內容，然後回答問題。鄭和啱啱喺非洲回到中國，佢而家同朋友分享緊佢喺非洲嘅所見所聞，我哋一齊嚟聽聽佢哋嘅對話啦。鄭和，你今次下西洋嘅旅程點啊？今次嘅旅程非常好啊！係啦，我喺非洲買咗啲禮物俾大家。哇，呢個閃閃發光嘅係咩嘢嚟㗎？呢個係非洲嘅寶石，可以整成戒指同埋頸鏈。呢度係咩嘢嚟㗎？聞落好香啊！呢個係香料，可以用嚟煮餸，令啲餸香啲。好神奇啊！咁嗰袋黑黑嘅係咩嘢嚟㗎？嗰個係藥材。非洲嘅朋友話佢可以用嚟醫病救人。有寶石，有香料，有藥材，呢啲禮物真係好好啊！多謝你啊！係啦，你喺非洲有冇識到新朋友啊？有啊，我喺非洲識咗一班好朋友，佢哋同我哋一齊唱歌，一齊跳舞，一齊玩遊戲，真係非常開心啊！好有趣咁喎，我都好想去非洲睇下。好啊，下次我下西洋一定帶你去。錄音播放完畢，現在請回答第1至4題。1. 寶石可以用來做什麼？ A. 治病。 B. 做菜。 C. 做戒指。 D. 做遊戲。 2. 鄭和從非洲給中國朋友帶回了什麼禮物？ A. 戒指、項鏈。 B. 項鏈、茶葉。 C. 香料、藥材。 D. 茶葉、瓷器。 3. 以下哪一項是鄭和非洲朋友一起做的事？ A. 唱歌、跳舞。 B. 做菜、換遊戲。 C. 治病、買禮物。 D. 治病、換遊戲。 4. 中國朋友聽完鄭和的分享，覺得非洲怎麼樣？ A. 漂亮。 B. 奇怪。 C. 有趣。 D. 神奇。聆聽練習完畢。